何西阿书第8章，上主讲，着分数角发警报，对着亲像鹰鸟冲落来，要攻击上主的厝，因为我的子民破坏我的约，违背我的律法。因对我哀求讲：上帝啊，阮以色列人承认你是阮的上帝。毋过以色列拒绝良善，所以对着会对入因。因设立君王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因设立首领，我无承认。因用金用银做偶像，结果家己受毁灭。撒玛利亚人就气死恁的牛仔上。我对恁发大受气，恁就搁偌久才会放弃偶像崇拜。偶像是以色列的师傅铸造的，因毋是上帝。撒玛利亚的牛仔上一定会受讲喙，因野的是风，收的是光雷啊风，袂大丛，袂结实。若会结实，嘛会互外族人食去。以色列已经受吞灭，现在伫咧国中，亲像无路用的崎岖。以色列亲像野驴四过走，走去亚述，伊发现出卖家己，互爱人，因嘛伫咧国中出卖爱情。我要甲因入我内。甲因刑罚，因连边为伫亚述大王的压迫而受苦。伊发现为着要赎罪，逐所在起祭坛，祭坛愈多，犯罪愈加添。我为着因写真侪律法，毋过因看做甲因拢无关系。因献祭互我，毋过献的肉。家己食了，我上主无要接纳，但我要甲因会做记得，甲因刑罚，我要互因倒转去埃及。以色列去强丹，袂记得因的创造主，犹大嘛去真侪坚固的城，我要降火烧因的城，烧毁因的堡垒。